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学的学测，今仔日公布到成绩。这个外界真注目的数学科，去年摕到满积分的考生有14000人，但是今年只有1558个人，是这10年来上少的一届。是不是因为去年考到满积分的学生上多了？彭培平讲，这个题目无鉴别度，所以今年出题目特别加强难度咧。大考中心讲无啦，因并无甲出题老师做这种的要求。早起9点，学测成绩一个拍开，你是你郁卒，还是你欢喜？今年学测上届困难的大魔王是数学科，个人是杀气腾腾。去年满积分是14000人，今年剩1558人，差10倍，嘛是10年来上少的。敢有是因为去年数学题满积分伤济，互外界的批评，互这个大考中心的主任张无贵请辞下台，所以讲出题老师今年出手才重。因为前一年被抨击，所以今年有特别跟出题老师说，前一年大发慈悲，所以今年就是大开杀戒。我们并没有要求今年要变得非常非常的难，并没有做这样的要求。今年跟去年落差很大，我想这个是事实。但是，我也必须要说明这一部分，我们也一直努力在做一些调整。大考中心表示讲，学测数学题目较少，平均唔对一题就扣5分；学测国文也是英文，平均若唔对一题是扣分外尔，差4-5倍。所以讲数学要摕高分，这无简单。成绩单啊，摕咧考生要进入后一关申请甄选考试前，看家己坐伫倒一位，即马就要好好思考讲人生的后一步要行去倒位。